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风雨球场，因为位伫咧围墙边，时常只要有小朋友伫咧拍球，就有民众反映声音小过吵。除了噪音的问题，因为现在雨势常常拢是强降雨，雨水也是会泼入去球场内底，互比赛甚至优秀复兴国小韵律体操队无法度正常练习，常常爱去其他学校照场地。对此，台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詹培雅、蔡宏全、林志聪、古木学长、蔡小薇、寇友林等议员，12号一天特别来到现场会勘，了解现况。这个风雨球场呢，一完工之后呢，第一个它会影响到住户嘛，音量的问题。那第二个是因为它下雨的时候，整个雨现在下的方式都是强降雨，而且都是会斜到这个里面来，学生都没办法躲。甚至在之前的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学生家长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闪躲这个避雨的空间。所以我想说，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风雨球场，对学生的学习跟整个环境，还有跟整个住户，还有跟整个社区，可能会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场域啦。在复兴国小里面的孩子们，体操韵律队都是特别的特优。那因为当时的规划可能有没有想到说，就近的邻居会吵到邻居，还有一些风雨来的时候，小孩子没有办法练习，所以我们教育委员会及我们说台南市的议员，共同来为孩子争取这边的所有的重新规划，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来学习。我们请教育局或是学校这边特别委请建筑师，再重新把这个相关的问题重新统合，然后做个修正，然后看多少经费，然后大家一起来。那如果地方我们全力支援，那经费到时候再拜托中央我们也有立委拢会当大家斗相共会勘结果，教育委员会同意学校委请建筑师针对丰湖球场再做一届整体设计，就经费部分，地方也全力支持，也会请立法委员林俊宪向中央争取补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